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上帝佮保守咱一礼拜，今仔日佮来到伫这个网顶三甲的敬拜上帝，也借着上帝的话语，来得到上帝的灵粮，得到鼓励，得到信心，互咱有法通伫这个多灾多难的世代当中，来靠主，来仰望主，来活伫这个世上，荣耀伊的圣名。所以咱信主的人实在是有福气，因为无管伫什么款的环境下面，拢有主的同在。但是这个世上有真侪世人未明白主耶稣。虽然因有物质的享受，但是因灵内面无迄个真正的平安。当作享受外表的喜乐一个过去，伊内面也阁是灵内面的孤单，无真正一个喜乐甲平安。对将来的愿望也无一个，互伊有通安定的心，无迄个永远的盼望。咱信主的人无怂，咱有将来的盼望，因为这是主常常来鼓励咱、应允咱的话语。咱掠着上帝的应允，咱伫世上就毋免惊。所以咱除了为着家己祈祷，咱也是为着你四周围的亲人朋友来为因祈祷，互因早日也接受主耶稣做因的救主。当然，你着负责任，找机会来向因传福音，将因带到主的面前。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你的恩典，你常常伫阮的身边，不离不弃，会甲阮同在。无论阮拄着什么款的困难，什么款的患难，你拢伫遐边头伫咧帮助阮，来带领阮。你圣灵阁徛起伫阮的内面，做安慰的工作，来疏通阮灵内面的溃烂。阮多谢你，盼望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这个世上，也有即款的负担，愿意将主美好的信息来传透伊四周围的人。求主你赦免阮的罪，洗清去阮一切的污秽，互阮存着一个圣洁的心来敬拜你。上帝，因为你是一位全能的神，你是一位慈爱的神，你是一位信实满有怜悯、慈悲怜悯的上帝。你真做阮的天父，阮实在是非常的有福气。阮只有来到你面头前感恩。上帝，阮将下面的这段的时间交托你。你的话语伫任何的时间、任何的环境，拢是有功效的。所以，阮靠着主的恩典，来将今仔的信息来传扬出去。求你圣灵亲自做工，叫一切听到的人，拢会得到属灵的造就。阮安尼交托你，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一切失恋全告诉耶稣，我不能独自担此重负。我在患难中，主怜悯眷顾，他永远爱我，体恤帮扶。我必须告诉，全告诉耶稣，
全告诉耶稣，他是我良友，仁慈照顾。我向他祈求，他必定救助，解去我忧伤，消除愁苦。我必须告诉，全告诉耶稣，将我心中事向主倾吐。我必须告诉，全告诉耶稣，为主治我心，安慰帮助。受诱惑试探，更需要救助。主，我决意难，待我中福。必告诉耶稣，必告诉耶稣，为他分愁烦，关怀垂顾。我必须告诉，全告诉耶稣，将我心中事向主倾吐。我必须告诉，全告诉耶稣，为主治我心，安慰帮助。我必须告诉，全告诉耶稣，将我心中事向主倾吐。我必须告诉，全告诉耶稣，为主治我心，安慰帮助。各位的兄弟姊妹，本礼拜的讲题是无停的祈祷，无停的祈祷。咱知影，当主耶稣离开咱升天以后，伊留落几项真宝贝物件，是咱无法通缺少的。这几项宝贝物件是啥物呢？头一项就是救恩，因为若无救恩啊，咱人伫这个世界离开世间了后，就毋是到上帝遐去咯，就是到永远的迄个受刑罚、受苦的所在去。因为咱世间人拢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代价就是死亡，就是永远的受苦的一个所在。但是上帝将这个救恩啊，什么是救恩？救恩就是咱是一个罪人，咱相信主耶稣为着咱的罪，担当咱的罪，死伫十字架顶，咱信靠伊就会得救，伊会赦免咱的罪，伊将一切恩典会赏赐互咱，这就是救恩。这个救恩毋单单是今生的，而且是永永远远的。第二项是啥物呢？咱是平安。耶稣说：“我将平安留互恁。”咱世界有真侪有钱有地位的人啊，逐项享受皆有，但是有真正的平安啊无呢？伊只有伊家己知影。难怪有真侪有地位有钱的人，为什么逐项享受皆有，还佫会自杀呢？为什么还佫是心中无平安呢？物质的享受，山珍海味，伊也是袂平安。徛啊，较亲像封疆的厝，也无一定会好困。为什么呢？心中无平安。所以主耶稣离开以前说：“我留落平安互恁。”第三项就是圣经。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咱脚前的灯，路顶的光。伊指示咱真理，要怎样得救？伊也指示咱生活的一项标准原则。咱若无
以神的话来引带咱的路，咱就行伫黑暗当中。所以神的话是咱脚前的灯，路顶的光。第四项是啥物呢？上帝留落祈祷互咱，这祈祷是咱将咱的重担有法通借着祈祷来交托神，因为神是听祈祷的，将咱心中一切的苦闷、一切重担、一切烦恼啊，拢有法通借着这个祈祷，甲神讲话，向上帝来倾心吐意。什么叫做倾心吐意呢？就是将咱内面的物质、一切重担、一切要求，向神讲出来，叫做倾心吐意的祈祷。所以今仔日呢，咱也是要借着保罗的书信啊，是帖撒罗尼迦甲腓立比书两段的圣经来叫咱伫即个倒在倒咱的世代当中要怎样有法能得到力量，得到平安，得到喜乐。所以咱下面就要借着即两段的话语来帮助咱苦主的力量，伫即个世上活得更较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帖撒罗尼迦第5章16节到第18节安尼讲。恁着常常喜乐第17节讲，无停的祈祷。第三样就是凡事谢恩这三项，因为这是圣经佫讲，因为这是神伫基督耶稣内向恁所定的旨意，就是叫咱着按照伊的意思去安尼做。头一项着常常喜乐，无停的祈祷，凡事谢恩。为什么需要这三项呢？因为咱人活伫这个世上是多灾多难，真侪问题、苦难，真侪重担、忧愁，所以咱需要知啊。咱现在是活伫什么呢？活伫一个末世的时阵。当这段经文第5章16节以前，保罗讲到咱就是伫末世的时代。什么是末世的时代呢？就是主耶稣第2次的降临。第一次是伊头一摆做婴仔降世。然后大汉起来，到30岁就出来做工，到33岁时做就皮顶是12家丁伊个应允说，伊将来有一日要过来，所以这个是第2次降临世上。那么第降临了后，这个世上会发生大灾难所以伫这个世上咱有法能看到世界中发生真侪真可怕的代志、疫情的代志、罪恶的代志逐个国家拢有无停的伫咧发生。所以保罗提醒咱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3节安尼讲伊讲人正伫咧讲平安稳妥的时节，真稳当的时节灾厄就忽然间会临到。你看这有危险无当然说，哎呀，咱就真平安无代志是当咱认为是平安稳当的时节灾厄就忽然间临到。所以保罗常常提醒咱总着警醒、谨守，毋通做一个像水泥线头壳无清无楚，乱讲话、乱做代志。咱毋是这款的情形应该着警醒，应该着小心，伫咱的生活方面做人方面。
因为咱若无谨慎啊，谨慎呢，灾难一下来，咱就袂好咯。哦，因为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阵啊，有一家预兆啊。什么是预兆呢？就是预先发生的代志。这项代志，要来虽有一家预兆，咱像一个人大病要来伊头先呢会发生什么头痛，还是得了心咧扑袂好势，还是有一家有预兆，就是一家未大代志未发生以前的一家 signs 发生的一家代志。所以马太第24章第3节耶稣伫迦拿山顶坐着，门徒暗暗的来到伊的面头前讲：“伊说耶稣，请甲阮讲，什么时阵有遮代志，遮灾难的代志啊？伊讲你降临的时阵，这个世界会末了，有什么预兆啊？”耶稣就列出下面的几若项第5节，马太第24章第5节安尼讲，伊说。这预兆有假冒耶稣的名，要来到这个世上要迷惑真侪人。伫宗教顶面要迷惑，要创戆人，讲无影话，要来迷惑。伊说我是耶稣耶稣找我来世界，要甲你，其实是咧骗钱的，所以咱着小心谨慎。第2项第6节，咱这个世上有拍箭。甲拍箭的方向，主耶稣未来以前这个世上有真侪在拍箭甲拍箭的方向，咱报纸咧，还是电视，咱常听到，多了国家伫咧拍箭，还是有咧报消息，所以拍箭甲拍箭的方向。第3项，民攻拍民，即百姓攻拍百姓。咱经常看到某一个国家，因内面的百姓家己咧拍，为着一项什么政策无欢喜，因就起来示威游行，摕石头、摕什么武器来彼此相拍，安尼有时拍警察拍因，还是因家己两个反对的意见伫遐咧拍，所以民攻拍民，说了叫个什么呢？国攻拍国，国攻拍国，就是国家攻拍别个国家，说落去个真侪所在有饥荒甲地震对动，咱真常听到，即某一个所在对动，饥荒无人食，有这新闻最近说，无偌久。以后这个世界会缺粮食咯，缺食米咯，缺能源咯，缺水咯，会跩真侪缺的所在有饥荒甲地震。佫说落去，伊说有一家人会将恁陷伫患难当中，要害死恁并且有人会为着主耶稣、侍奉主耶稣的名，批万民分恶。互人收起因互人羞愤，所以伫即个末世有即款的代志有人要杀害恁。第7项，有真侪人会跋倒彼此陷害，彼此分恶，所以有一家假的宗教起来咧传一家假的真的道理所以真侪人去相信、接受跋倒，有诶伫道德顶面跋倒，有人被人陷害，彼此陷害，彼此来分恶。我受气你，我受恨你，受恨来受恨去，佫说落去，第8项是真侪假先知起来咧迷惑众人，这个假先知要讲预言咯，会欺骗人咯，要迷惑人。第9项个不法的事正道，不法就是犯法的代志，愈来是愈多，
跋筊欺骗、绑架、欺诈、骗钱，真侪人会听心哦，渐渐会冷淡。人甲人之间失去听心，失去信任，所以这拢是会发生啊。所以咱有时会互人骗去，互人冲撞去，互人欺负，甚至互人陷害。所以这个世上啊，末世时节有真侪跩愈来愈严重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现在活伫这个动荡不安的世代当中，上帝会行你啊，要怎样应对跩困难呢？保罗啊，伫帖撒罗尼迦5章16节一搭安尼讲啊，16节到18节这几节甲咱讲第16节到17节到17节安尼讲。16到18保罗安尼甲咱讲，有3项代志，伫咱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有3项重要的代志，着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头一项就叫咱着常常喜乐，着常常喜乐哦。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 ，Rejoice always。这个有生命的基督徒啊，叫上帝真亲近啊。那伊有成熟的生命的人伊无论大代志、小代志、好代志、歹代志，伫伊心灵内面啊，拢常常有一款的镇定感，有一款的安全感，有一款的喜乐的心。所以喜乐是啥物啊？无管任何什么款的环境当中都有法通喜乐，甚至伫患难当中也是有法通喜乐咱讲喜乐有的人但是笑就是喜乐，笑无一定是喜乐。有的人笑是面笑心袂笑，面笑心苦，有的是伫公众的场合顶面伫外表示咧笑，但是内心并无喜乐。所以当咱看到真侪有地位的人有钱有势的人逐项享受皆有，但是伊心内袂平安无喜乐为什么呢？因为心内无主耶稣无主耶稣的生命，无圣灵的同在，无将来的盼望，无一个倚靠人基督，所以心内无平安这个真正有喜乐的人是伫伊的心灵的深处有一种的内定感，有一种的平安虽然是无好的代志有发生，但是伊内心有一款的内定感，内面镇定感来咧支持伊这款也是一款的圣灵的工作。圣灵伫咱的内面工作的时阵咱看保罗叫西拉掠去关监，为着传福音掠去关监的时阵，伊也可伫监区内面伫咧吟诗唱歌这个夜半歌声甚至伫内面咧祈祷，甚至内面咧伫咧震动干哪只？因为内面有主的生命，圣灵的力量，所以将个喜乐赢过跩患难，喜乐平安的心赢过跩困难。因掠去关内面可能发生什么大代志，可能连生命也丧失了。但是伊伫阵也有仍然心中有喜乐平安，所以这个喜乐也是对人的信心。当这个人愈有信心的时阵，伊愈无惊吓，拄着代志伊才有法通喜乐。咱看主耶稣伫大风浪当中
耶稣甲门徒伫船顶啊，耶稣伫船尾咧困，其他的门徒哇，看到大风涌啊，水啊入来咯，伫咧掀来掀去，逐个惊啊半死，而且在当中哦，有诶佫是掠鱼人哦，应该是袂惊，但是即个时哦，大风涌来时阵，因惊，赶紧大声喊啊！先生先生啊，主啊主啊，赶紧救我啦！阮要丧命咯！耶稣起来就责备因，是恁在信心遮细啊！伊就命令风停应止住，风平浪静。所以哦，这个真正喜乐哦，毋是伫困难当中，伊就向诶平静诶时阵，伊才会喜乐才有平安。所以喜乐哦，毋是面顶诶笑，大声笑，想说是大喜乐咯，无一定。所以即搭甲咱讲到啥物呢？当咱伫各款诶灾难来嘅时阵问题来嘅时阵，上帝仍然有可能叫咱心内有喜乐嘅心。所以当咱想到咱暂时嘅苦难嘅时阵虽然咱全世界嘅人拢会拄着困难、拄着灾难，但是当咱拄着困难、拄着问题嘅时阵圣经甲咱讲咱只要忍受，因为这只不过是只轻只暂时的，是暂时尔定的。只轻就是毋是非常严重的，叫你营生无问题，叫你得救无关系。所以咱忍受在暂时的痛苦的时阵因为想到将来的荣耀、将来的成事的时阵咱才有法人平安，咱才有法人喜乐。所以今仔日咱所临到伫咱身顶的毋通想说在困难就是永远的，毋是，只是暂时的将来要得到成事，这是所以圣经形容这至渐至轻的苦楚。来，佫说落去，第二点是啥物呢？第二点是无停的祈祷，无停的祈祷。圣经讲是咱着无停的祈祷，无停的祈祷，毋是说咱规日当中喙直直念大声讲出来，说就咱直直遐咧祈祷的意思毋是无停的出声的祈祷乃是无停的祈祷，是咱的心灵向上帝开放，上帝也是将伊会当开放，伫咧随听咱的祈祷。所以咱随时随在，无论拄着啥物问题大小，咱拢可能祈祷，还是要感恩，也是一款的祈祷，伫遐伫咧喜乐赞美，也是祈祷，无停的祈祷。只要咱伫主的内面，咱伫主的内面，这个无断去，无叫主的生命无断绝，咱就是伫主的内面，主伫咱的内面。所以主耶稣伫约翰福音15章第4节到第7节安尼讲，主耶稣讲：恁着常伫我的内面，我也常伫恁的内面。迄个树若无常常伫迄个葡萄树顶面该记就袂会结果子。恁也无常伫阮的内面，也是安尼。耶稣讲：我是葡萄树，恁是枝常伫我内面的，我也常伫伊的内面。这个人就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恁就无法通做啥物。所以即搭用葡萄树来做皮了，即张葡萄树，即支树边头怀树枝是咧结果子的。即个树枝若离开斩断，离开了即个树干，迄丛树若离开迄丛树，该枝就袂发果子咯。
因为生命无接伫即个葡萄树顶面啊。即个葡萄枝会结果开，会生叶，会结果子，是因为即种葡萄酒有来支取伊的水分。那暂断，伊就袂结果子，就孤单就死去了。所以咱甲主的关系吼，是生命的关系。吼，咱的生命常常交主有沟通，咱每一日的时间当中啊。无一定是定定开喙，还是定定固定一个所在，坐咧遐、跪咧遐咧祈祷。无论你口倒落，行到倒落，坐伫车咧，伫工场咧做工，还是伫厝内，咱也是灵内面啊开放，咱是像电话，一个开通的电话，这个电话线无切实，定定夹起来，吼，咱就交对方有法通继续的沟通。咱啥物时阵要甲伊讲话？上帝拢伫遐伫咧听，所以常常祈祷就是上帝的迄个电话线，咱甲上帝沟通，迄个线无断去，时时刻刻拢有法通交上帝沟通，交伊交往，吼，所以也亲像一只鱼伫水中，吼，水鱼内面。有水鱼也伫水中，所以因伫安尼鱼就袂死常常有迄个交往咱亲像咱伫这空气中咧呼吸上帝进入咱的内面，咱叫上帝灵内面的交通呼吸。所以当咱爱甲主沟通的时阵。咱的心思意念就袂伤歹去。咱做人经过受试探，会犯罪，咱的思想会犯罪。当咱甲上帝交往的时阵，咱的心思意念也是伫上帝内面，所以咱就讨主的欢喜咱交主常常的交往，无停的祈祷，这是神所喜爱。也是神的旨意。第三项，保罗甲咱讲，伊说咱着凡事谢恩。即搭叫凡事是啥物意思啊？是逐项代志，咱着感恩的心。无论是好代志、歹代志、大代志、小代志，咱着会晓咧感恩。咱即个大话伫诗篇23篇，伊讲伊一生一世有上帝的慈爱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所以大卫一生一世一世人都享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咱信主的人的恩典也是非常多，所算不了。所以咱着凡事着谢恩。为什么着谢恩呢？难道歹的代志也是着谢恩吗？也是有法通谢恩。顶摆有一个人拖擦劫去，失去了一寡钱，伊也搁伫神的面头前感谢主，感谢主。别人问伊，你着拖人偷去，拖人抢劫去，你那有啥物代志人感谢主的有啥物感恩的代志真多伊说头一项毋是我去劫人，乃是别人劫我。上帝赐托我的是充足的，无抵押到我有啥物缺欠，就去偷人、去劫人，所以感恩上帝赐托我丰盛的生命生活，我感恩。第二，失去的钱毋是真多钱若有几百箍，还是小千箍所以我是着感恩毋是几million偌侪钱就是真侪钱也是着感恩真侪钱失去也是着感恩所以咱着凡事谢恩伊也讲到失去的是身外之物，也无伤害我的身躯，我也是着感恩。所以你看，遮细的代志歹代志互人抢劫也有感恩的代志，何况上帝祝福咱也是着凡事谢恩感谢主一切恩典。
咱也是知影，无论是歹代志，为什么咱着感恩呢？因为这个世上的一切，拢是上帝一个掌管的啊！上帝掌管一切，所以伊叫万事有法通互相效力。当树叶落落来时节吼，咱毋通忧愁，咱毋通丧志，咱毋通埋怨。敢若是树叶哦，那落落来，树顶连一蕊花，连一片叶拢无啊，咱就遐埋怨神。咱敢毋知影，发树叶落落来涂骹咧，经过露水，经过雨压，然后日晒，伊诚做到咧土内面变做肥料，所以肥料也诚做即丛树的营养后来即丛树会阁大长，也是开花结果。所以这是咧循环啊，凡事着互相伫咧效力的所以咱着感谢主，伊说跩是要叫神属神的人听神的人得到益处。咱拄着无好的代志咱毋通埋怨，咱着感恩，因为跩代志咱毋是经过上帝的允准，毋是经过上帝的许可。无一项代志会发生伫咱的心顶，所以咱着凡事谢恩，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听神的人得到益处。上帝常常借着跩困难的问题来磨练神的行理，为着要来模仿这位主耶稣，要来塑造咱的性格，塑造来造就上帝的行理，为着要来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耶稣有啥物模样，互咱学习的呢？亲像伊的性格，伊的坚强，伊的信赖，伊的灵命的力量又顺服又智慧，真侪方面，伫值得咱来学习主耶稣。伊受试探却无犯罪，真侪人受试探，魔鬼试探，伊就犯罪了。所以这是值得咱来学习主耶稣的模样。所以兄弟姊妹，当咱拄着困难问题，拄着什么歹的无好的代志发生的时阵，咱也是着感恩，因为咱知影万事拢是互相伫下咧效力，叫咱跩听神的人得到益处。跩代志也是要训练咱搁较坚强，来学习主耶稣的权势。最后，当保罗讲到这三项就常常喜乐，就无停的祈祷，凡事谢恩。这三项是啥意思呢？伊说，因为这是神伫基督内面向恁所定的旨意。什么是旨意呢？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神的行理着顺服。所以咱伫生活顶面咱着顺服上帝无论怎样咱着坚持常常喜乐，坚持无停的祈祷，坚持凡事谢恩，因为这三样是上帝为咱所定的旨意。所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活伫非常的时代，真侪款多灾多乱的时代，咱认为说安稳的时节，忽然间灾难就临到。这个地震生命无咯，财产无咯，一摆的水灾，一摆的荒灾，丧失生命，丧失跩财产。所以咱着靠主的恩典无论大代志、小代志，临到咱的身顶咱着学习喜乐，咱着学习无停的祈祷，咱着学习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所定落来的旨意。咱就法人伫世上佫较有能力
来为主来活。伫保罗伫腓立比书4章6节到第7节也是安尼甲咱鼓励，啥物呢？腓立比书第4章腓立比书是伫监狱内面所写的，内面充满着喜乐的信息，教咱知着喜乐。保罗伫第4章的第6节安尼讲，应当一无挂虑，毋通挂虑，连这项挂虑毋通。凡事只要凡事借着啥物呢？祈祷、甲祈求、甲感谢，将恁所要的祈祷的代志，共神讲，神使人出人意外的平安。的确要伫基督耶稣内，要保守恁的心怀意念，保守恁的心怀意念。另外一本的新约本是安尼讲咱来将伊的意思内容是安尼讲照这2节的圣经，伊讲什么代志拢毋通忧虑，无管是什么代志。拢着通过祈祷，无管什么代志，着借着祈祷，通过祈求，通过感谢，连通过感谢，将恁所请求的，共上帝讲，毋通家己担当，毋通家己去担，共上帝讲，伊说安尼呢？上帝就会使了超过咱所有人理解的安宁。上帝所咱互咱的平安是超过咱所想象的，超过咱头脑所会理解的。我著拄着这代志，为什么内面有真平安啊？真平安，非常的平安啊！甚至有一个喜乐伫咱的内面啊，是超过咱想袂到的。上帝安尼讲，安尼呢，上帝就使了超过咱人有法通理解的安宁，通过耶稣基督这种的安宁就法通保守咱什么呢？咱的内心甲咱的头脑，咱的内心，咱的头脑，上帝要保守咱，因为咱若拄着代志，头脑乱想咯，想歹咯，咱就烦恼咯，心灵就袂平安咯。所以咱会借着什么啊？祈祷感谢跟上帝讲，上帝就使了咱超过咱理解的迄款的平安的心伫咱内面，是咱无法通理解的这平安的心要互咱干哪只？互咱的心灵。甲咱的头脑，有法通平静，这是真。伫这个末世的时代咱真需要这物件。主耶稣也是伫圣经内面的真侪所在讲到，恁着放心你们要放心为什么要放心呢？主耶稣常常向伊的门徒。叫回来找伊看病的人讲有一段圣经是记载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安尼讲，说我将这代志甲恁讲，是要叫恁伫我的内面，伫耶稣内面有平安。伊煞甲咱讲，我将这代志甲恁讲，世上的代志，为着要叫恁内面有平安。意思这个世上恁有苦难，但是恁通放心，我已经赢过了世界了。耶稣无甲咱讲，恁信主逐项就平顺了，逐项好命了，逐项无顾虑了。伊讲上帝，咱活伫甲咱讲说，咱活伫世上的时阵有苦难因为咱徛这个世界是多灾多难的，什么时刻，无论什么时刻、什么地点，拢有苦难的所在。所以，恁活伫这个世上是有苦难，但是恁通放心，因为我已经赢过了世界。
马太第14章13到17也是安尼讲，吼，耶稣行了神力以后啊，就找门徒8船去船顶，坐船到另外一边去。耶稣就托5000个人食饱了后，就散了在群众了后啊，伊就家一个去山顶祈祷，一直啊到暗暝。伫山顶只有伊家己一个尔点。历史在讲，迄个时，迄当船吼，迄门徒伫船顶哦，伫海中哦，因为风无顺，就疲劳摇撼。咱世间吼，因为伫这个世境生活还是风无顺，吼，咱行伫这个世境风浪无顺，伫咧摇。但是咱人会惊啊袂啊？也是按咱肉体啊，咱会惊会烦恼。所以伫早起哦，4更天啊，伫透早的时阵啊，天未光的时阵哦，耶稣哦，行伫海面顶，要到门徒遐去。门徒看到一个人哦，行伫海面顶哦，就真惊吓，讲啊，哇，迄搭有鬼怪啊！因就惊吓起来，就大声发起来了。耶稣赶紧哦，对因讲，请注意讲这几句话。耶稣讲是恁着放心，是我唔通惊啊！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恁着放心，是我唔免惊。耶稣若甲咱讲毋通惊，咱实在着毋通惊哦。咱若是惊吼，是惊咱家己，对咱无益处。因为咱知影是我是耶稣，咱就将耶稣当作耶稣，将耶稣毋通当作是别人，将耶稣当作是实在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伫伊有权柄有权能，所以耶稣讲：恁放心啊，是我就是创造天地的主啊，我是掌权啊，伫我的手中啊，所以恁不要怕，毋免惊。即搭讲到放心，叫毋通惊吼，3几月咧，所以叫咱伫中头是啥啊？耶稣是我，耶稣，伊讲是我，所以咱若将耶稣认定耶稣，咱信心才会坚固，因为咱相信伊是创造天地万物有权柄的主，咱伫伊的手中，所以咱就毋免惊，咱通放心。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若有法通照着今仔日主耶稣所讲的话，照着保罗上帝照着保罗伫圣经内面所甲咱讲的这3项，你着常常喜乐，无停的祈祷凡事谢恩，将一切交托上帝，咱通放心，因为是主耶稣甲咱同在，所以咱毋免惊。现在你会惊啊袂呢？你的信心怎样呢？你会烦恼啊袂呢？咱就学习将神的应允刻在咱的心内，毋通听咧袂记咧咯。咱需要的时阵，在神的话语就出来，来安慰、来坚固咱的信心。咱三个额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应允是何等的宝贝，你的话语充满着权柄甲力量。阮听见了后，应该着好好的刻在心中，铭咧思想，好叫阮伫这个多灾多难的世代当中，苦主有法通得胜。因为主已经赢过了世界，所以阮也有法通赢过世界所互阮的在烦恼、在艰苦、在病痛、在问题、在重担，求主帮助阮，阮要靠主来得胜，来荣耀
上帝你的圣名。无论阮的兄弟姊妹即阵啊，伫什么款的情形下面，伫什么国家，伫什么款的场合，什么款的环境，主永远无离开因，永远甲因同在。我咱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